我轻轻地嘿了。配合老母吼，即个少年人呢，有这个
公司到我公司吼，即个老板我即个公司吼有在下面记个行李，记个交代讲吼，要派去啊，就是派去，代表咱到公司吼，即个公司记个行李。这个行李吼是安怎不懂，我拿到带过了，这个少年子，以后呢，就会很多我们一般不有那个老太之下，第一个是我们的钢铁公司，那个当属地妈妈，为这个少年人伊就即个当属地花钱，就是讲我开始来我公司的时候，你好啦，是过来咱过来。我妈妈我到处送，这个钢铁公司的内资然后有迄种后悔伊是基本上伫咧里边靠谱，咱若迄种天宇循环咱就把所有都得有好的，妈妈会感觉讲，妈妈会讲袂有，就是像咱孙子你是做咧辅导，还是讲你做最后的东西你是我惊讲咱若用钱妈妈老人家有种义务然后儿子他收到那个拿义务了，咱是不是有义务所以咱有意思是讲这个大部分困难在介绍的有一个首单属心，咱的心下入心，无理解，无理解，一个是单单只为好不知道，老人家需要服务，给大家服务手机的时候叫过去就喊不会比较，不会埋怨，不会斤斤计较的人，不说哪里手机手难。那么手机拿来号吗？买东西呀，用时，马上开一个，但是对对不困难那马路上要开笔一毛钱，但是好改无好改，所以手机后边呢就来讲干部。没有人善不死为当夫，叫我当夫第一个，后看，什么？咱就说这个是什么？首先咱看的一定是上重要的，天的是向天法地学过，加上是考的。然后大家读书，咱就一定先对吧？大家读书，咱就一定知影个人道理，比的，就就咱就是的，代表呢就是读书是差不多30岁的老囡仔，伊从细汉到大汉做。你爸爸妈妈都拿我好像才后来他回到那个一些五线号说他都拿我都给你男子，所以这两个我都给你，你大概一般第一个告诉给你，但是你第一个节目，打上歌跟第一个不反对，遣送回大陆啦，你每个都要第一个你我要来上跟你反对。为虾米？因为是大家读书出头的老囡仔，伊无法度饲家己，无法度饲家己呢？为虾米大家读书哪会无头路？伊虽有头路，但是每一项头路拢过无久，伊敢若知影读册，伊毋知影要安怎行讲的，伊毋知影要安怎处理代志，伊甚至毋知影讲考考了啥，迄个电动车车，迄个电动车敢修，所以呢，伫咧社会上，伊无法度伫咧这个真苦无法度很辛苦，安怎这个相处的样子，所以有一个流浪街头的游民也大家读书啦，伊伫咧做游民，伊无见过，伊咧这个地方来想的啦，你看不用，
我们的六老吼，通通大家都会起修来，所以马上是跟听，这个情形，来听那神秘堂，然后爱女婿，爱女婿的哈，还有净空法师的几个大武帝好这老公会爱女婿，你知道我们说大一那各大书各主难的，写好一个，我来听那各出来来写在个人。